别这样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哦，哎呦，兄弟，不玩了。听说你的女儿叫贺锦熙？啊！哈，巧了，我老婆也叫贺锦熙。哎呀，那个嫁给你们家的那个贺锦熙呀，她就是我女儿。是吗？啊。可是我认识的贺锦熙，应该是出身书香世家。可书香这2个字，跟你可搭不上边儿。啊，我当年呢是当过几天老师，这后来不下海了吗？做生意了。原来如此，跟世家确实沾不上边儿啊。那个，既然锦溪嫁到你们家了，是吧？那咱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当爸爸的，有一点小小的请求，不知道你愿意听不愿意听呢？好啊，你说吧。锦溪呢，我女儿是我从小带大的，哎呦，是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她养这么大不容易呀。我最近做生意，这个资金上有些困难，你看能不能给我资金周转？太辣，太呛。要钱是吧？不是，这要钱多俗气。我就是说资金上这个周转，就资金周转。好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您说。我这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其他爱好，就是爱玩。只要你把我玩高兴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。玩？贺振东怎么会跑到神龙集团去呢？找贺锦熙，还是什么其他的目的啊？要是顾医生发现了怎么办呢？哎，也不知道贺振东刚才发现了我没有。他要是认出来我不是贺锦熙，可怎么办？别夹了！哎呀，不许让你别让他夹了！走走，别夹了！胡先生，我不玩了，太疼了。那怎么能行呢？你不是要钱吗？我还没玩够呢。胡先生，你个傻瓜，快赶紧把我给放了！你快！岳父大人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你要是缺钱，直接跟我说，我一定会给你。我顾西城从小到大，对钱是最没概念的。我最喜欢乐于助人，但是，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，而且拿我的女人欺骗我。我没骗你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没撒谎，你把我放了，兄弟，把我放了，顾先生，快点让他们放了我。在家。别这样了，不玩了，不玩！哦，哎呦，兄弟，不玩了，顾先生，那个王八蛋，不玩了！哎呀，哎呦。注意那个架子上，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快到中午的时候回来的，待在房里啊，一直没出来。好。
方叔，怎么了？别管他，真是撒去。贺锦熙，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人，好像是爸爸。世上这么多人，你有可能看错了。哎呦，我不可能看错的，我今天在神龙呢。你在神龙？你怎么会在神龙？苏妍希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喂，喂，苏妍希。打电话给谁啊？我刚刚在跟我好朋友聊天呢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？你还说我还要说你呢。在公司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，打你电话也不接。我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有点不太舒服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不舒服？是不是发烧了？我让方叔叫医生。啊，不要，我今天下午回来的时候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再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洗手间。有什么事叫我。锦溪，怎么了？突然觉得你回来真好。就应该相信他，你一定要相信他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方叔，嗨，有一个自称是你父亲的人来了。我父亲啊？胆子不小啊，今天都跑到我们家来了。好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你把除了钱，其他的条件都跟我说了，我一定满足你。一成，奶奶，他今天来我们家，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贺先生啊，你别介意啊，我这孙子啊，说话就是太直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往心里去，这都是孩子嘛。爸，哎，你苏小姐，是安安吧？哎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没事，我也是刚来，坐吧坐吧。啊，以后别叫我苏小姐了，太见外了，你就直接喊我妍希就好了。哎，妍希姐，啊，初次见面，一点小心意。这是……你上次不说喜欢这个包包吗？我就让我朋友留意了一下，没想到在国外真的买到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们都是自己人。谢谢妍希姐。啊，最近总裁夫人有没有去公司啊？总裁夫人？没有啊。你确定没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
贺锦熙他爸爸来公司闹事儿的那一天，他好像在公司出现过。他爸爸去公司闹事儿？公司以前不是一直传贺锦熙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吗？我觉得根本就是假的。哎，他爸爸都跑到公司找顾总要钱来了。我还听说贺锦熙啊仓皇逃走。那顾总有什么反应？唉，还能有什么反应啊？肯定是不相信呗。我听说啊，他还把人家给修理了一顿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顾总啊，好歹也是见过那么多女人的人，哎，这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怎么就能被他骗得团团转呀？爸，你干嘛呢？没事没事，爸爸时间长没见呢，太激动了啊！谢谢你们家照顾我。锦溪，他真是你爸？那还有假？我问你，他到底是不是你爸？西城，是，他是我爸爸。西城，贺先生啊，我这孙子啊就这么个脾气，你可别在意呀！啊，没事没事。锦溪啊，好好陪陪你爸爸，我呢上去看看西城去。让锦溪陪陪你啊，我去看看西城去。您慢点啊，哎，慢点慢点。跟我出来。这顾大家族到底是大家族啊？锦溪啊，锦溪啊，哎，你看看，哎，这到底是大家族啊，连个后院都弄得这么大，啊？你在这顾大家族过得很舒坦吧？爸，哎，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我说锦溪啊，从小到大你都没对我这么恭敬过啊，今天是怎么了？嘿嘿，是嫁到大家族里受大家族的熏陶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锦溪，你这编的不错呀，是书香门第。怎么想出来的？你说这顾家老东西是不是老糊涂？爸，你这现在是在顾家，你这么说话不会被别人听到啊？听到怎么了？反正吃亏的不是我。我说锦溪啊，你现在在这过得这么好，是不是也给爸爸来？我没钱。没钱？那你嫁到顾家干什么？啊？你说你没钱，谁信呢？自打进顾家之后，顾其成的私人财产我从来没有接触过，信不信由你。从来没有接触。哎，你缺钱不会要啊？还让我教你一次啊？你不可理喻。你走吧。哎，锦溪，哎，锦溪，锦溪啊！哎呀，爸爸欠人家20万的赌债，他们说了，我要是不还给他们钱呢，他们就把我，你爸爸就没命了。你帮帮我。赌债？哎，锦溪啊，爸爸给你下跪了。爸，你干嘛呀？就一次，最后一次，你帮帮我。西城啊，你跟我说实话，那个贺振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？还是锦溪那儿有问题？奶奶，您就别多想了。这件事跟锦溪没关系，我就是单纯的看这个贺振东不顺眼。前几天，他是不是刚到公司闹过事儿啊？你不要以为奶奶不去公司就什么都不知道。奶
奶奶，我知道您神通广大，我心里明白得很。别看你平时有些散漫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你还是个很有原则的孩子。是啊，贺振东到公司的事，完全就是个误会。您就别多想了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嘛呢？今天晚上派对来不来呀？啊，长城电子的项目，这个合同是我做的。对。怎么了？赶紧！I wanna good at you。哦，好，我马上来公司核实一下。好，等着我。奶奶，我现在有事儿去趟公司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晚上回来再说。我先去换衣服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有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孩子，贺锦熙，苏妍希，稀客啊。我想找你谈谈。找我谈谈？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已经跟顾七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有，比赛开始，加油啊，姑娘们！只要猛力哥动一下，今晚上的礼物就是你们的，5.1呀！怎么样，猛力行吗？我没问题，这次肯定不动。等。他不动没有用的，你们硕哥手上没有礼物了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看到那边还有个大金主啊？等一下，这是一张黑钻卡，你们到隔壁开间房，想吃什么想喝什么，随便玩，一切我买单。走的这么没有留恋呢？你咋那么敏感呢你啊？不敏感，掐我！你不是练过金肉铁布衫的吗？说，过来坐吧，咱们聊会儿天儿。都走了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来干啥？你不是去谈项目了吗？不是你们叫我来喝酒的吗？我是让你来助兴的，不是让你来扫兴的，好吗，大哥？你干脆回去陪老婆吧。行了，就别跟我提他了。又怎么了？又吵架了？我的天哪，你们怎么天天吵架呀？吵什么架？没吵架。那怎么了？哎，说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你发现你老婆她的家庭情况跟她之前说的不一样，你们该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不是，嫂子是骗子，骗一个大头鬼，你脑子里就2头鸡是吧？2种可能。那首先他比我穷，没关系啊，我有钱，我给他花了。第二，他比我有钱，比我富，更好啊，没有问题呀。他给我花，我可以接受啊。强强联合，家庭联谊，门当户对，非常棒。我下半辈子不用奋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就不怕他跟着你是为了你们家的钱啊？那至少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可以让他去图。最怕的，就是那些钱搞不定的女人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
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，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，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耐心的时候离我远点儿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，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西城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儿天儿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。喂，方叔。啊喂，少爷，老夫人要出远门了。什么？出远门？哦，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起床。你自己去上班。奶奶要出门了，快快快，起床！什么？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，啊！哎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奶奶，奶奶，听说您要出去啊？啊，奶奶为了公司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有出去潇洒过呢。现在啊，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家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，还有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家里上上下下你不会看着办呢？这不是还有景熙呢吗？再说了，公司里的事情还需要奶奶去处理吗？我呀，我该放放手了。奶奶，你就好好出去玩吧，家里呢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的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次出去啊，就是想啊，给你们小两口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在说什么，你应该明白的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好，知道了，奶奶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呀？什么明白不明白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奶奶，旅途愉快。哎，好，好好的啊，你们两个人早点回来。哎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少夫人放心，我会协助您料理好家事的。谢谢方叔。我先去了。好。家里公司那么多事儿，奶奶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也太不厚道了吧？那，要不然为了逃避公司的琐事儿，你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我可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。哼。等等我啊！露露，少爷，我车钥匙呢？少爷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我要去趟公司。哦，
季承老师，少奶奶，那少老师在这里。呀，平时也不见你这么积极，怎么奶奶一走，突然之间脱胎换骨了？哼，我倒想休息几天，可是奶奶前脚一走，公司的人就把我电话打爆了。我现在要去公司收拾那帮老家伙。开车小心点啊！等我回来，在家等我。好，沈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个项目，顾总好，给我留40%的份额。嗯，好的，顾总好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这个是上次您让我查的贺振东的背景资料。欠债。安排人给他打20万。哎，顾总，这里面还有其他资料，您不再仔细看看？我这里有张购物卡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安，你快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对了，就那个贺振东啊，这顾总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其实他已经安排我在私下调查他的背景了，这就说明顾总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开始调查贺振东。安，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在这份资料上做一点点手脚？妍希姐，尽管说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在负债人上面加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还有其他资料？对。不看了。哎，顾总。喂，妍希姐。护士，我妈妈情况怎么样？目前来说，你妈妈恢复的情况还是挺好的，现在情况比较稳定，但平时的药物治疗不能停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爸爸已经找上我了，我觉得我的身份已经瞒不了多久了，可是我再也不想离开顾西城了。我很害怕有一天他发现真相以后的样子。他现在越说相信我，我就越觉得害怕。妈，你赶快醒过来吧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司徒啊，哎，今天真的没空，奶奶出去玩了，公司一大堆事情要我处理呢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没有兴趣听。是关于你老婆贺锦熙的。现在有兴趣听了吗？露露，怎么了，少夫人？快帮忙，快进来啊！现在每天睡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贺锦熙本人，你从头到尾都被她骗了。苏妍希，你身为锦熙的表姐，
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锦溪。西城，我真是为你好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哼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爱的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贺锦溪。回来了，赶快洗手，马上开饭。怎么是你在烧饭啊？露露和其他人呢？现在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让他们全都去休息了。糟了，我的汤！还好没有出乎，吓死我！今天烧了这么多菜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得让你见识一下我精湛的厨艺啊！哎呀，这个汤啊，是我今天特意跟露露学的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喝啊？好，看着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谁做的。来，好，我尝尝。还不错，但是跟露露的肉丸汤比起来，还是差一点。哎呀，本来我在想着以后每天煲一锅爱心汤，可是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既然人家这么嫌弃，我自己喝好了。哎，别着急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小气鬼。你煮的汤啊，我都喜欢。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你。吃饭，吃饭啊！赶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西城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讲吧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幸运女神呢亲手种下了一株极为珍惜的小草。这个草呢有4片叶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义。第1片代表希望，第2片代表健康，第3片是付出，第4片是爱情。花语呢就是幸福。传说只要找到4叶草的人，就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从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说我们2个人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4叶草呢？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锦溪，锦溪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开车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锦溪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我好困了，要睡觉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阳那么好。我不去叫你好吵啊！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起不起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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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起不起来！赶紧，起不起来！
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找四叶草吗？四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锦溪，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个山，收获一下筋骨吧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，要不你爬山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爬山对身体特别好。是啊，爬山很简单，你要喜欢爬，我组织一个登山队陪着你，慢慢的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崇山峻岭。但是今天还是算了吧。顾先生，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你行，你行，我相信你。回家吧。等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行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跑啊，爬山啊，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，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，我不管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溪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你说谁不行呢？你呀，我就说你。我就是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不行了？顾西城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！啊！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？哎呦，我手没事儿。我看看，这儿啊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哎呦，这儿，忍住啊！你呀，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，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。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？那是你不关注我。哎呀，季少卿，哎，停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个道观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放我下来。师傅，施主好。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一位神仙啊？我们花神宫花神殿供养的是一位花神娘娘，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，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。谢谢啊。请。花神娘娘，算了吧。那得拜一下啊。走啊！求姻缘的。哎，走吧。求姻缘的，这是。许什么愿呢？保密。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说说嘛。那就抽完签之后告诉你。上上大吉，
看来施主应该是祖上积德，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可喜可贺。抽啊！下大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啊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，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他。上来。怕你累。我觉得我这会儿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吗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。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。邪了门了。你先下来。哎呦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。你在这等我，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什么我先看到的吗？什么？干嘛你先看的？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，其实是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所以你就要结婚了。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。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要定了。可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要。哎呀，我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你就要亲我吗？他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，我背你。上来呀！哟，生气啦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
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哼哼，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顾局长。嗯。这是给我的吗？2克拉的钻戒 ，for you。满地的花瓣，是我亲手一片一片为你揪下来的。我的手都成这熊样了。我不是在炫耀什么，亲爱的，我是想和你说，我是真心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天哪，我实在太感动了。不过，我们才认识1天啊。你错了，1天时间，对于真正相爱的2个人来说，已经足够漫长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太阳，我就是绕着你公转的卫星；如果你是红太狼，我愿意做灰太狼，天天给你抓羊。如果你是胰岛素，我愿意得高血糖。可是，嘘，什么都不要说。I love you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来电话啦！那还不接电话呢？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主人，来电话啦！主人，来电。喂，嘛呢？不知道人求婚呢吗？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，谁？丽丽呀。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的呀？没有啊，这句话我只和露露说过。丽丽，露露，哼，你女朋友蛮多的嘛。娜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事情不是……我根本不叫娜娜。哎，臭不要脸！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吗？哎呀，哎，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啊，别忘了，我是行的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让我看看。
还有点重。这样吧，明天让家里的医生过来看一下。这2天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里好好养养。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？没那么严重。不行，你必须听我的。好的，听你的。没想到这山里的夜景还挺美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。杰西，谢谢你。我也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啊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西城，西城，快过来！日子越来越少，怎么了？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真的好美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锦溪，才换来如今彼此相信我，相互依靠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四叶草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少夫人，少爷说了，你的脚还没好呢，要多注意休息。老在屋里闷着也不舒服啊，出来透透气呗。其实我觉得也快好了。哎，那大少爷有没有说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少爷他没有特别的交代。少夫人，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父亲想见您。您又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啊，女儿啊，我现在倒觉得有个有钱的女婿真不错。爸爸好长时间没睡着了，刚才睡真香。你又打什么如意算盘了？不是上次我找你要20万，你没给我，等半天，人顾西城爽快，派人给你爸送了20万的支票。你说什么？顾西城给你20万？啊，不可能！可能。他要不给我送支票，你以为你这段时间过得那么舒坦呢？我早来了，我。他要是知道他为什么不揭穿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撒谎！那谁知道呢？下一句有钱人哪喜欢找虐啊？人装糊涂呗。顾西城这小子贼着呢。如果你这次过来就为了告诉这件事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看，你孩子这么犟，哎，爸爸缺钱了，你接济我点，爸爸就走。贺振东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了呢。你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爸爸转身就走。不管你说些什么，我就俩字儿：没钱。你爸爸人穷可不傻，妍希。我告诉你，女儿，打一进顾家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锦溪，因为锦溪打小就不叫我爸爸。虽然你们俩长得很像，
但我是你爸爸，那眼神里我能认得出来。放开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就是贺锦熙，如假包换的贺锦熙。装，继续装。我找顾西城拿100万啊，我拿了100万，你爱怎么装怎么装，跟我没关系。100万，你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你爸没疯，我现在手里有个秘密，我要是再不拿这秘密换100万，那你爸爸才疯了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顾西城都不会相信你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呀，真不相信呐？爸爸好长时间没见你。没有，这不爸爸是太长时间没见的了，激动了。赶紧的，1个星期内准备100万啊！别走！怎么，改主意了？妈妈她已经生病这么多年了，我挣的钱都用在医药费上了，我真没钱。我说女儿啊，你是当阔太太当傻了是吧？那没钱想办法搞钱去啊！你没办法，爸爸给你出主意啊。爸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狠呢？女儿哎，不是爸爸对你狠呐，是别人对爸爸狠呐。哎，这个食堂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些你得跟你姐姐锦溪学呀，打小我就教她，是吧？别这样，赶紧想办法整100万。1个星期以后，你要是没有100万，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谁。爸，行了，别送了。爸，好好过啊，爸爸挺好的。你答应我的100万呢？钱没钱呢？我让你身败名裂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让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抢我老公。你知道我跟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识时务，对吧，西城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再来我们的家！不，西城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西城。西城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只是个梦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苏妍希，你敢跟老娘抢男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你说，他是不是贱？贱，绝对贱，他就是天底下最贱一贱人。哎，再喝了这杯，让世界上所有的贱货都他妈见鬼去！给我滚！你们他妈几个也不是好东西。妹妹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哥们儿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装哪门子清高？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这位帅哥啊，你都弄疼我了。那妹妹今天不是喝多了吗？我们说了几句醉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改天我请大家喝酒当陪睡。今天我就先告诉你，一句喝高了就想走人，你把哥几个都当什么呀？那哥哥你想怎么样嘛？这么多人在，你不会欺负妹妹？学亏了啊！
晚了。哎，喝完了，你走；喝不完，跟我走。苏妍希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贺振东，季城，怎么了？你现在是要去上班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啊，那个车钥匙忘拿了。哦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我那个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的。还是等你回来之后再说吧。好吧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